化宜兰县消防局南澳分队的性骚扰案，这防性骚扰员工因为要请假防刁难，民进党的宜兰县议会党团最近又搁质疑讲，宜兰县的消防局拢无依照性平法来处理，要求消防局长就爱回室内落台，重新来调查。也毋过消防局是强调讲，因拢有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来处理。 大社化中期调查，害受害者公道顶卡付，针对宜兰县消防局南澳分队性骚案请假前期，民进党宜兰县党会党团主席、内政部消防署已经函文转达消防单位，表示消防员伫备勤时间受到性骚扰，属于性别工作平等法范围。 宜兰消防局各单拢无作为，影响消防员执掌工作权益，要求消防局长回室内落台，中期调查。我在这边奉劝消防局局长啦，你该下台了啦！你拢伫讲比差。以后所有的职场上的同仁遇到类似这样的案件，都全部被这个法令给曲解掉。那以后。 我们如何来保障所有职场上工作的职场上的这些同仁的权益？这件性骚扰案发生伫备勤时间，涉骗女队员指控，伫事发了后请工伤假上级说不准，甚至捌当假讲是因为遇到问题欠班得一控之轮。那消防局方指控自头到尾拢是需要性骚扰防治法处理此案，无认定备勤小上班时间。消防局函文了后，消防局长再加讲，专案一直拢有使用性别工作平等法处理。 从头到尾，这个案子我们就用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这个部分是依照性别工作平等法来报警主管机关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置。宜兰县副县长林茂祥讲，消防局伫事发第一时间已经成立申诉小组调查，向会人也调离现职。调查报告已经送县政府，佮以性别工作平等法报请主管机关做后续处理。记者综合报道。